至圣者问：恁有啥物人亲像我？有啥物人通甲我比？恁夜目看天，啥物人创造即个星？是上主。咱三甲来吟圣诗第300首。愿真感谢你至圣仁爱。吟全首，会众请起立。愿真感谢你至圣仁爱，你救阮脱离异常关爱，怎我无后悔，后方听呀，我依旧管你的心是命。为所事归人，原来天空，最近大变家，勇敢行动，下面万对天，最下的心，大欢喜快乐，也听会记。阮的生命最你我多，接受你好调，对最是面，为所有要我百姓想，为咱也是免个惊。应了生命，对中是心道，你是我命，愿尊重救主，盼你加息，今日所拥望，和平公义。咱游玩徛咧，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伊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堂的教会，圣徒会相通，罪赦免，肉体会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启用，伫启用文第44篇上时是以赛亚书第40章。恁的上帝讲，着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的罪罪已经行清楚。有声话讲，着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这个山谷拢要甜好甜，弯弯会要改好直。上主的阳光一定显现。
上主有安尼亲嘴宣布，有声讲你着宣布，着讲人拢亲像草。草会焦，花会谢。人拢真正亲像草，草会焦，花会谢。报好消息予涉案的人啊，着上高山。着大声话，毋免惊。看至权的上主要带大官灵来临，看一抢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伊要带迄个互羊仔树年的羊母稳稳啊行。咱来三角拗头祈祷，创造宇宙万物，并掌管人类历史的全能的爸上帝，阮满心感谢阿罗你，因为你赐下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主。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定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搁我担当阮的罪孽，互阮有永生的毋忘，搁赐互阮活命甲圣神，互阮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感谢你，你是阮的拯救，阮的牧者，阮的溃烂，不是阮及时的帮助。感谢你怜悯阮。帮助阮，赐快乐，互阮会当互阮伫逆境的中间，你阁赐互阮教育的稳定，阁用你大快乐的双手将阮扶持，阁会当倚靠你。祝阮今仔日借着吴牧师的信息的透放，用油抹伊的喙，赐互伊属灵的智慧，阁有圣神的同在，互阮会当来学习。谦卑、顺服、忍耐的功课，互阮公义心被打破，心智互你来过旧换新。伫即个时刻，阮恳求天父上帝临在伫阮的中间，并且引带阮，求你的圣神伫即个所在，伫即个时阵帮助阮，互阮的心灵会当得到平安。也求你开阮属灵的目睭，互阮会当看透世上的万物。互阮会当无论处伫甚物处境，拢会当得到你的保守。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愿你的国降临台湾，愿你将王权坐大位，拯救台湾每一个失丧的灵魂。互万百姓因为你的拯救，得到真正的平安甲福气，无搁沉沦伫拜偶像。求你赐福伫国家的元首、政府官员，互伊行公义、好怜悯。赐予阮一个良善的社会、安定的政治甲经济。若是合着你旨意的，求主你来成全应允；若是出伫迄个歹的，求主你来主动看顾。阮安尼感谢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按三甲来看读上帝的话，《路得记》第4章第1节到12节。奉主的名。波阿斯来到城门口，坐落去。伊所讲迄个至亲拄经过，伊就讲兄弟啊，请过来遮坐。迄个人就滑倒转来坐。波阿斯阁请城内10个长老来，甲因讲，请遮坐。因就坐伫。波阿斯就对即个至亲讲，对摩押地转来的拿俄米。要卖咱的兄弟以利米勒迄块地，我想我着甲你讲，你着踮伫坐伫遮的人，甲民间的长老的面前买转来，
你若要尽义务，甲因买转来，就互你买；若毋，就甲我讲，互我知，因为无人比你搁较有权通买转来，搁来遮轮到我。即人就讲，我要尽义务，甲买转来。何阿叔讲，你对老米的手买地的时，嘛着带死去的人的某摩押女子罗德做某，通替即个死去的人的家族保留即块土地。即个至亲就讲，若安尼我唔买，才免枉费我家己的产业，让你买，互你尽义务，我无要买。照以色列古早的风俗，人要确定赎回，也是交换产业的手续，就转个交互对方。以色列人用安尼做合约的证据，这个至亲就甲波阿斯讲，互你买，伊就转个互波阿斯，然后波阿斯对众长老甲所有的人讲，今仔日恁是证人。我对拿俄米的手买一切属以利、米勒、马伦甲基连的产业，我嘛要带马伦的某摩押女子罗德做某，通替死去的人保留因家族的产业，则毋免对伊的家族甲本籍受污名。今仔日恁拢是证人，所有伫城门口的人甲众长老拢讲，阮是证人，愿上主互你带入门的某，亲像吕节甲利亚建立雅各的家，愿你伫以法他成做大财主，伫伯利恒有好名声，愿你的家就是上主通过这个女子赏赐你的后代，亲像他玛甲犹大所生法律师的家相款。愿主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赞美请圣歌队，耶稣调我来行天路。我
正道请牧师伊要传讲的信息是同价赎回。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伫过去差不多6个礼拜内底，我经过，可能甲咱大家无啥共款，是我经过7场的告别式，所以我最近的衫仔拢穿无啥够，因为若细看较熟悉我的，就知影我大概每一遍讲到了，迄个衫仔内底衫拢会规个对内底澹到外口。因为体质的关系，所以我真容易流汗，特别最近是上热的时期。不过我真感谢上帝，当互我有机会当参与，因为每一场的告别式，拢关系一个家庭，有当时还佫不止一个家庭，是真侪家庭。真侪告别式的过程，特别是最近我有真侪人，我甚至毋捌甲伊安尼讲过话。总是感谢上帝的赏赐，会当互咱参与着彼此的性命过程内底，咱有机会参与彼此的性命，就是一种福气。所以伫参与的过程内底，我拢有一种感受，就是感谢上帝，互咱还活地，佫会喘气，佫有活命。佫通来行上帝伫咱伫这个世间的路，所以我要邀请你，你边仔的人讲感谢上帝，互你佫活地，互咱佫活地。你边仔若无人不要紧，头前后壁的人会当微笑，讲笑者来到教会，就爱加减甲边仔的人有互动，安尼才袂亏负上帝托付咱做咱厝边做好厝边迄个交代，做伙来祈祷。求主怜悯阮，互阮会当有上帝你特别的气力，帮助阮，互阮知怎样行伫你爱阮行的路。求上帝因带祝福，互阮伫生命中，阮会当珍惜。甲阮做伙同行的人，遐会听阮以及阮所听的人，主阮知，虽然有时阵阮会毋甘，甚至毋知影伊伫倒，总是上帝阮却知影，你引带阮明白，主你听阮，就赏赐伊伫阮的身躯边，互阮诚做宝贝，帮助阮，互阮珍惜彼此。因为阮知，这就是上帝你赐予阮生命中要紧爱阮去听的人。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路得记的故事是伫一个逐人凭家己看做对去行的时代背景所产生的。这句话毋是我黑白讲。这句话其实是圣经士师记内底的上尾一句，士师记21章的25节，就安尼记载：别人凭家己看做对的去行，安尼表示啥？表示这检查的士师记、路得记是伫一个个人主义盛行，也是真流行的时代。即敢若咱这个时代，有钱有权讲话的声较大、较有力，会当互众人听见，安尼就会当选总统。假使若安尼会当选总统，安尼是毋是真奇怪？有能力、有声望、出名，就会当用家己的意思去霸凌别人。安尼会当产生 hate、me too 遐个暗情的哭声。若个人凭家己看做对的去行，有哪侪往往只有顾家己，无少要牺牲遐个比我较低的人，遐个寡妇丧凶的。然后即句话出现伫圣经。
指的是啥物人？指的是一群甲上帝立庙的百姓。这是偌尔讽刺的代志啊！士师记上尾一句，咧指迄群甲上帝立庙的人，讲因是个人看并家己看做对的去行，因为安尼路德记就亲像一面镜，要对咱讲，就是无王、无政府，总是人只要知影家己是甲上帝立约属伊的百姓，就通活出无凭家己，毋是凭家己，只倚靠上帝的生活。假使个人甲咱所伫地的社群，会当遵行上帝的话，行事为人敬畏上帝，那安尼咱体现出来，路德记就要对咱讲，伊要体现出来的这8话，就是安尼。这8话，就是上帝甲人拢看做水、看做好的一8话。路德记第3章记载，路德半暝来看波阿斯主动求婚。我顶边有讲过，主动求婚，女性当袂使，会使。总是伊求婚的内容是要求伊尽至亲的责任。换一句话来讲，这个求婚是叫做照上帝的律法带伊做某。照上帝律法，你爱带我做某哦，是安尼哦。所以有一个前提。咱爱知影翻译做上帝的律法，迄个托拉原文其实只是上帝的话尔。总是因为甲上帝立约的人相信，上帝的话必然会成就，照伊的话去行就对啊。所以伊后来咱才会翻做律法，听有意思吼？毋是咱这个咱所谓的迄个律法哦，圣经所讲的律法。这所讲的托拉，上帝的律，是咧讲相信伊甲伊立约的人，知影伊讲就会成。那安尼，照伊的话去做就对啊，安尼叫做律法。信伊的人的律法，总是上帝的话，免啊伫实际的生活内底运行。咱只会当简单讲是无毋对，波阿斯有迄个带路德做某的责任，对上帝律法来看，因为因是至近的亲属，要近到偌近才会当带伊，要近到偌近才会当带伊，然后要至近的亲属爱近到什么款的地步，迄个义务，其中其实有真侪讨论的空间。所以路德来到这个五角场，波阿斯求婚其实是超出伊应该尽的本分，就是伊甲伊的大家立约的内容超过啊。波阿斯嘛是哦，其实波阿斯会当直接来回讲，嘿，阁有比我较近的迄个亲属的，你去找伊啦。安尼伊会当保持伊的好名声，免付这个代价。总是波阿斯并无。咱今日所读到的，其实就是波阿斯对路德来访问求婚了后，刷落来直接的回应。迄个即摆有一个流行的讲法叫直球回应啊，直接的回应。路德记第4章第1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波阿斯来城门口坐落去，伊所讲，迄个至亲拄拄经过。伊就讲，兄弟啊，请过来遮坐。迄个人就活转来坐。波阿斯来到迄个城门口，然后请这个较近的亲属坐落来。咱若有注意到，就知这个伫讲故事的人的眼中，这个至近的亲属，这个人至亲，其实是完全无重要的人。因为伊连名拢无，有注意到无？咱无读着伊的名，连名拢无。
路得记第4章第2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做伙来读。来，菩萨师，搁请城内10个长老来，甲因讲，请遮坐，因就坐地。好，城门，这个城门，这项事件发生的所在是伫城门。城门是早期以色列人交通汇集、做生意、买卖的所在。随上城门也是古早以色列人审判的所在。因咧判决、咧审判，就是嘛是伫迄个所在。所以，咱读到一个用男性为主的场合。因讨论的代志虽然甲纳尔米、甲路德有关系，总是咱若小可较敏感，就会当读到因两人无在场，嘛听无因的声。这个场合是安尼哦，听无因的声。这个场合是由菩萨师来主导，除了当事者，菩萨师佫请10个长老，就说明这毋是迄个。私下的 talking 尔，毋是 men's talking 吼，毋是迄个私底下吼去小酒馆咧啉酒安尼开讲尔，毋是哦，毋是开讲尔，是公开的仪式，是一个正式的场合。路得记第4章第3节，刷落去圣经安尼对咱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菩萨师就对这个至亲讲，对摩押地转来的纳尔米买卖咱的兄弟以利米勒迄块地。咱爱知影，咱听故事听到这吼，突然间出现这块地，头前倒有，完全无哦，突然间出现的哦，突然间出现这块地，啊，敢讲纳尔米倒有托人去打？菩萨师讲伊要卖地，介先嘛无啥读着呢，无呢，无读着呢。总是这嘛是一寡神学家咧译，哦，有可能因拢讲好啊。咱来知影菩萨师已经答应路德的求婚，以上直接、上无遐尼上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去找纳尔米，只要伊同意。互路德免为马伦留名的这个责任摕落来，安尼代志就成啊！伊嘛免安尼调开，足麻烦的对无？啊，搁别人决定的，也毋是伊决定的啊，对无？伊若要决定要带路德，伊直接去找纳尔米，安尼就好啊。总是真明显，这并毋是路德的要求，路德。真无平常，半暝来访问，甚至伊讲你爱带我，安尼伊照上帝律法你爱带我，那安尼伊的意思是啥？伊的意思毋是为家己设想哦，是为着纳尔米的生活性命做久长的打算哦。那安尼现在就有2个人的问题，所以菩萨师想到的方法。就是对因2人有的产业来下手，就是因有的迄块地。好，咱来想看卖啊，当时的人感觉继承这样代志是啥物货？咱来读民数记27章第8节到11节，这个有写了真清楚，包括至亲、至君的亲属，因爱尽的义务嘛写伫顶头。咱小看，虽然较长，总是咱来读看卖。民数记27章第8节到11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嘛着吩咐以色列人讲，人若死无后生，就着将伊的产业分予伊的查某囝；伊若阁无查某囝，就着将伊的产业予伊的兄弟。伊若阁无兄弟，就着将伊的产业予伊的老爸的兄弟；伊的老爸若阁无兄弟，就着将伊的产业予伊家族的至亲继承。这个是摩西照上主的吩咐，
要做以色列人的规律甲命令。好，迄个治军的亲属，咱上尾读着对无？所以，迄个继承的顺位，咱今仔讲顺位啦吼，就是上尾，这个治军的亲属，就是上尾较继承着啦，知影意思吼？所以根据这条律法，上帝话，以利米勒死了后，伊的产业就互伊的2个囝继承，总是因拢死，无留后嗣。照讲，这个产业，即摆要安怎？是归互俄尼巴甲罗德来管理。所以当纳尔米允准俄尼巴来离开伊的一个新妇离开，就表示伊选择离开这个家，伊就甲即块产业无分。听有意思吼？伊就甲即块产业无分。上时因为新妇无单独处分财产产业的管理，因任何的作为拢需要伊的大家同意，来确保，这嘛是这条律法真要紧的代志，确保这个土地只会当留伫这个家族。这就是这个律法的原则甲精神。所以波阿斯讲了无毋对。要卖地，若要卖迄块地，只有纳尔米会当做决定，对无？即个纳尔米会当做决定。路得记第4章第4节，所以刷落来，波阿斯安尼讲，波阿斯的当面，帮我放下一页，谢谢。再下一页，再下一页，谢谢。所以咱读到《路得记》第4章第4节，《路得记》第4章第4节是一个真要紧的关键。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想，我着甲你讲，你着伫坐伫遮的人甲民间的长老面前买转来。你若买真义务，甲伊买转来，就互你买；若毋，着甲我讲，互我知，因为无人比你搁较有权通买转来，搁来才轮到我。迄个人就讲：我买真义务甲买转来。咱来知影当时土地卖出去，还是买转来，绝对袂伫迄个收官的时期来进行，一定是伫因为这个牵涉到地上的作物，我若这个时阵卖你，迄个是属啥的？所以一定是这个收割了，才有这个土地买卖。波阿斯选择伫收割过一段落了后，来促成这样代志，是伊看准时机来回应路得所提出来的分数，嘛解决以利米勒甲伊的囝死了后，即块土地的问题。这就证明波阿斯的智慧。波阿斯即时是公开哦，伊公开伫城门口咧请即个治军的上军的迄个亲属有责任嘛有义务来买转来，所以伊就请伊表态，表示伊真正表示即个治军的亲属进前拢毋捌表态过，看讲伊要买无？伊直接就请伊讲，根据上帝的律法，你爱尽至亲的本分，然后伊只会当讲，或是白，无迄种凊彩的空间，讲无搁等一下，无即种。然后伊直接表态讲，好，我买。路得记第4章第5节，刷落去，波阿斯即句搁较要紧。咱来读这段经节，咱来读吼。来，波阿斯讲：你对拿尔米的手买地时，嘛着带死去的人的某摩押女子路得做某，通替这个死去的人的家族保留这块土地。咱来知影，伫遮所讲的拢是上帝律法的精神，就是属这块买这块产业的人嘛爱带路得做某，照顾这家为死者留名。
然后这人听了态度随时改变，讲我想要买地呢，当时搁来娶某，袂使，袂使。路德记第4章第6节就讲伊的反应，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将来读来。这个至亲就讲，那安尼我唔买，才免枉费我家己的产业。让你买，互你尽义务，我无要买。伊毋是讲我毋愿，是讲我袂使。这其实是一个真特别的讲法。啊是安那？这人的态度有遮尔大的改变，真明显。这个治军的亲属近亲啊吼，伊掠做路德袂久长留落来。咱爱知影做一个寡妇，伫异乡咧讨食，嘛只会当，咱爱知影当时阁袂当凊彩呢，只会当捡麦穗缀伫人的后壁，收赶了咧，收赶了要安怎？伊爱去人的厝内底做查某囡仔咧，所以是世界来拍工，伤过辛苦。所以任何一个真巧为家己拍算的人，拢知影这实在伤袂实际。这人想讲当路德帮赞伊的大家安顿好势，伊早晚会离开这家。所以拿米买这块土地，迄稳赚无赔。想讲，伊遐老啊嘛无可能嫁我，嫁我嘛无好事。所以伊心内底咧想的是啥物货？这块土地早晚来阮兜，做阮兜的名，安尼是罢免的啊。想袂到。伊煞落去安尼讲普阿叔讲你爱负的代价是娶路德做某，搁爱照顾即家，然后即块土地搁爱留伫即家的名，听有意思吼？毋是伊的名哦，即块土地搁爱留伫以利米勒即家的名。伊听着安尼就随讲，安尼我了伤多啊，安尼毋是总了？伊爱付钱，搁爱娶某，搁爱照顾即两个寡妇，搁爱生囝，搁土地搁毋是我的，安尼是毋是了大？是吧？了大。然后假使即个近亲毋愿买即块土地。无爱娶某留名，那安尼，咱读到《申命记》有一个记载，迄个记载是讲，迄内底妇人人爱废面啊，爱起废面，真正是起废面哦吼。台语毋是胡白讲的哦吼。咱做伙来读这段《申命记》25章第90到第10节，做伙来读哦。来，迄个妇人人就伫长老的面前行歪衣，甲烫鞋。搁废喙烂伫伊的面，讲所有无要为着兄弟留后事的人，着安尼甲侮辱。伫以色列人的中间，迄个人的家庭被叫做互人烫鞋的家。所以台语咧讲起废面，毋是骂人的话哦，是真的哦。圣经嘛安尼写哦。总是甲《申命记》的情形无啥共款，即人毋是死者的兄弟，毋是属即家的兄弟，嘛毋是属即家以利米勒的兄弟，拢毋是。即人只是较近的近亲那安尼免办？所以咱才会读到即款的描述，《路德记》第4章第7节到第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照以色列古早的风俗，人要确定赎回，也是交换产业的手续，就烫鞋交互对方。以色列人用安尼做合约的证据，迄个至亲就甲波阿斯讲，互你买，伊就烫鞋互波阿斯，所以只有烫鞋，无互人废面啦。所以至亲
至亲只要将伊的鞋摕来，交互普阿斯，就表示这个买卖已经成，咱有约啊，咱已经有约啊。路得记第4章第9节，刷落去，咱读到这段经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然后普阿斯对众长老甲所有的人讲：今仔日恁是证人，我对拿俄米的手买一切属以利米勒、马伦甲基连的产业。伫上帝律法内底，随上上帝话嘛，安尼讲，只要2、3位的证人，就会当各成就这个法律的听事。这记载是申命记17章第6节。2、3个就好，是安那普阿斯要找10个。是安那普阿斯要找10个，这个10个有特别的意思。随上咱刷落去读到创世纪，咱阁会读到。所以我要留伫遐小可说明。总是这个10个伫遮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普阿斯要找人来做证明。总是照当时以色列人的文化风俗内底，10个人以上的长老才会当伫婚礼内底来祝福。所以普阿斯找10个，不只是要为着买转来这块土地尔，嘛有心为因的婚礼备办10个证人伫这个所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路得记第4章第10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嘛要带马伦的某摩押女子路得做某，通替死去的人保留伊家族的产业，才免伊对家族甲本籍受除名。今仔日，恁拢是证人。普阿斯出钱买这块地，照顾这家带死人的某。总是这块地的名，搁伫以利米勒因兜，这就是遮的人所见证的代志，对吧？这就是遮的人所见证的代志。那安尼，普阿斯是毋是了大？对哦，了大。总是普阿斯伫这项代志顶头，并无想要占任何的便宜。虽然咱若单纯就经济利益来看，这对伊有亏损，总是伊当价出当价赎回，日后伊相信必然要得到更较大的稳定，然后随时伊马上得到的，就是证人甲上帝的祝福。路得记第4章刷落去的11节是安尼讲。这是第4章11节吼，我应该写唔对。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所有伫城门口的人，甲众长老拢讲，阮是证人，愿上主互你带入门的某，亲像罗杰甲利亚建立雅各的家，愿你伫以法他成做大财主，伫伯利恒有好名声。咱来知影。这个一开始，这个上君的至亲伊无名，伫上帝的眼中真明显，伊甚至无法度甲即个伫这个故事前50就拢死去的查甫人来比，伊甚至比这个查甫人较早死的这个查甫人搁较毋值，因为这个人搁有名，然后这个。无名的至亲伫遮，伫上帝眼中来讲，伊是无准算。这个对咱讲一项代志，伫个人主义的时代内底，假使咱若只有考虑到家己会当得到的好处甲利益，只有想讲我付偌济，就爱得偌济，对头到尾拢无想到家己爱负的责任，那安尼。即人就会伫上帝故事内底欠息，无亲像普阿斯，伊的祝福
是罗吉甲利亚所生的。咱爱知影罗吉甲利亚所生的，迄个叫做以色列的家，迄个叫做上主的家。路得记第4章12节，也是这段圣经上尾的迄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愿你的家，就是上主通过这个女子赏赐你的后代，亲像他玛甲犹大所生法律书的家相款。咱爱知影这句话，就指向后来，当以色列人对巴比伦受掠，转来到耶路撒冷了后，当时因所记录的犹大支派。尼希米记第10章第6节是安尼记载。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法律书的后代住伫耶路撒冷的，拢总有468人，因拢是勇士。咱爱知影，伫尼希米记内底，咱读到这个家谱，毋捌读到遐个描述，只有这个描述。记载因拢是勇士，然后咱读到勇士，这其实甲波阿斯一开始，互人形容做伊是大财主，是同一字，是同一字哦。所以，且毋通将这段祝福的话当作是咧单纯祝福尔，这其实有真深远的神学意涵。过去上帝讲的话讲啊，然后伫后来，伫遐受掠转去的人的中间要实现，这拄好是路得记要讲的代志。对遐受掠伫异乡的犹太人来讲，因上大的期待就是重建耶路撒冷，因上大的期待是重新起造以色列上主的家。路得记就是要对因讲，只要恁无搁凭家己看做对的去行，是照上帝的话去行，那安尼恁就通顶起上帝的家。亲爱的兄弟姊妹，有时阵咱只想要倚靠上帝的恩典，掠做上帝的恩典，是真简单。甚至咱想讲，咱坐地，甲上帝求讲，啊无你互我较简单的就好。遐个爱护大家，甚至只是为别人的，上帝啊，莫来找我。总是真正倚靠，是伫咱愿意甘心顺服了后，才真正建立起来。顺服，毋是甲上帝讲条件讲。啊！这我袂，这我毋爱，毋是哦，是无讲条件，伫别人的需要顶头，看见家己的责任。彭阿斯就亲像主耶稣所讲的迄个譬如，马太福音13章第4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天国亲像宝贝。藏伫园里，有人找到，甲伊牵起来，真欢喜去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迄区田、迄区园。波阿斯知影安尼做有亏损，总是伊知影伊当价赎回是更较大的宝贝，因为安尼就是需要委身。咱爱知影，伊爱付上的代价，毋是买迄块田尔，是刷落来，伊爱委身伫即个家庭内底哦。然后委身伫即个家庭内底，上尾迄块地，佫毋是伊的名，需要付代价，总是为着要起造上帝甲家己的家。那安尼，咱若看好，就爱去买。一定爱欢欢喜喜，就是变卖一切嘛爱买着。咱爱知一个家，若愿意照上帝话来成就，
彼此因为听甘愿顺服，就会起来知。一个教会也是安尼，一个国家也是安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已经透过伊独生的囝，同价赎回咱，咱才会当目睭金金看无这的代志，无认出伊藏伫咱中间的宝贝。咱一定要无惜一切的代价，将伊的话、伊的听买落来，藏伫咱的性命内底，藏伫咱的家庭内底，藏伫咱的教会内底，若有法度，藏伫咱的国家内底，诚做是咱，也是上帝的家。咱做伙来祈祷。求主帮助阮，互阮知，你爱阮伫这个地上所成就的，毋是看重阮手中所有的，是知你爱阮付上代价，甘愿顺服，成就更较大的旨意。主求你怜悯阮，因为阮逐人有私心的意念，有做看重家己，无看你的这意念，求你赦免阮，帮助阮，互阮知，阮若看好，就爱甘心来买。求主帮助阮，互阮甘愿顺服伫你的话，求你的话，你的听就藏伫阮的性命、阮的家庭。阮的教会以及阮的国家内底，真正互这个真做反转、成就、改变阮性命一切的源头。求上帝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咱三个来吟诗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会众请起立吟全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虽然伫世界若存伫天，做上帝好事，满心欢喜。求主永保惠，使我前去。我保佑，为你我用，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我爱保佑，为你我用，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起心来顺服，心来安宁，天堂的好天，那地无天，以赛亚照亮，甲我难，我用主耶稣主必定爱，我爱保佑，为你而乐，为
罪功德，专心来顺候，万事平安，心渴望救主，何必我喊，平心来听候，帮助来，念的主耶稣，我心平安，我爱保佑，为你而乐，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德，我爱保佑，为你而乐，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德。请坐，奉献，请尹立芳、王文光执事。为众请起立。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恩典的主，因你的恩典，我们得到祝福。今天我们在这边献上我们的金钱，求你悦纳，也希望你保守教会及弟兄姐妹们兴盛与平安。以上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会众请坐。报告大圣，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天国亲像宝贝藏伫园里，有人找着，甲伊藏起来，真欢喜去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迄捆园。马太福音13章44节，请。天国亲像宝贝藏伫园里，有人找着，甲伊藏起来。真欢喜去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迄捆园。马太福音13章44节，天国亲像宝贝藏伫园里，有人找着，甲伊藏起来。真欢喜去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迄捆园。马太福音13章44节。咱来看第一页。
后主日服侍人员，请咱家己来看周间的聚会教育部的课程，甲第二啊小组的聚会表。7月份开始有家庭礼拜，奉献的名册，请咱家己来看。第三页，7月份1月的长乐于志平、执事林富祥台语场，黄腾义华语场。第二来开始来发放2023年度中级的有选票。请咱详细看有选票顶面的说明，请在籍会员到礼拜堂外口4楼外口来领取。7月30号中午中昼12点截止来投票，请将选票投入去4楼的投票箱内底。下主日7月9号是总会所定文字时间奉献主日。欢迎司督大达牧师代表台湾教会广播社前来本会请安报告甲正道。7月份定期的中执会后半年开始，是每个月第2礼拜，结束了后召开，请各部将报告交至办公室来会诊。中执会后煞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加。教会消息：牧神查经班甲白话字的勤学奖名单如下：各班赠送勤学的激励品，请勤学的兄弟到办公室来领取。牧神查经班甲白话字班，请咱会友家己来看。主日2成人查经班甲进新班的课程，今仔日开始恢复上课，邀请一齐一同来学习讲师陈祖德长老。今日下早已经开始啊，会后也有每周下午12点30分伫705教室的晋升课程信仰造就班。第三，向各区长向办公室领取65岁以上7月份的生日中价的关怀礼券，来伫好的时间来关怀探访。具体消息，主来陈扬洲弟兄已经伫6月29号拜四，伫路德生命园区举行树葬的礼拜，请关心代祷。第二，主来陈燕弟兄，一位爸爸已经伫7月1号拜六，伫教会举行追思告别礼拜，会后伫金山的平安园来完成安放礼拜，请关心代祷甲安慰遗族。第三，主来詹玉英牧师娘，伊是捌咱教会牧会蔡仁理牧师的夫人，伫7月1号拜六伫台北中山教会举行追思告别礼拜，请咱来关心代祷甲安慰遗族。来，请牧师报告。来先，我想先请伫拜六，咱昨昏有举行告别礼拜以及总礼拜的家属，所以我要请文明长老甲厝内底的亲人大家来鞠躬，多谢咱大家吼，多谢咱大家，多谢咱大家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为因的家庭为陈燕弟兄为妈妈的祈祷加关心，我想家属伫这个过程内底有受到大家的关怀，要多谢咱大家。上时我想咱不只是关怀这家，我拄讲过，对过去6礼拜我参加7场吼，随上昨昏阁有1场我无参加到。就是咱若有看到，就是这个蔡仁理牧师娘的这场，我原本有计一定爱去，总是后来嘛，因为爱主持的原因，我无去。不过真拄好，就是阮伫迄个食饭的所在，我有拄到蔡仁理牧师
甲当时因若要当时要去到金山去安葬，遮个牧者同工，我伫遐有当面来邀请，因为我讲做歹势，我实在是无法度去，总是我有当面来邀请，伊今年已经92岁，然后我讲请你来保重，迄个咱过2冬后140年周年的庆祝，我要邀请你倒来讲道，甲讲过去堂教会老故事，蔡仁理牧师人阁真勇敢，我想咱在座我看过伊时代吼，真正伫咱中间应该是时代啦吼。我想祝福这应该是有熟悉食正当老当捌看过，嘛捌看过啦吼。昨昏5去吼，食正当老嘛捌看过吼，蔡仁理牧师我想。伊讲伊要倒来讲堂教会老故事啦，我讲不要紧，迄个你若无法度徛讲台，我来徛，你来讲老故事就好吼。愿上帝赏赐，遮个其实拢是咱的宝贝，帮咱扶持，互咱的教会。我安尼讲，另外就是爱咱陪伴心，因为搁2冬，就是咱今年是堂教会138年。搁2冬，就是堂教会140年。我认为一个教会有上帝特别的旨意，会当伫这个世间有140年，是真正是上帝恩典。总是庆生要紧的是，毋是办真侪活动，是知影咱过去发生的代志，以及知影咱现在应该爱怎样来迈进。所以宣教就是上好，传福音就是上好庆生的方法。所以请你边仔人讲传福音就是庆生上好的方法。来，传福音就是上好庆生的方式。所以爱会记得，什么会叫传福音？咱生命的见证就是传福音啦。对于咱这个人做起。这上基本总是咱嘛爱学习，所以下半年度，咱对7月份开始就要展开下半年度。下半年度咱有一个真要紧的138年的生日，就是11月第1礼拜。迄天咱会邀请亚东剧团来这个舞台演戏。迄日，所以我要请咱开始就为着迄日来祈祷。迄日。就是你要邀请什么人来坐伫遮的迄日啦？听我的意思吼，咱心内底的对今仔现在大家开始祈祷。迄日就是我要想讲，我会当邀请什么人来坐伫遮，甲我做伙来看这出戏以外，我嘛毋望伊的性命会当得到这个福音。所以咱爱做伙拍拼，好不好？咱做伙拍拼，这个做伙拍拼嘛，对今仔日下只有选票开始，我要邀请咱大家会当摕这个选票，无得较今仔日爱投，因为是7月底进前就先选，总是今仔日爱投的是咱投入的心，咱为着遮个人祈祷，咱为着咱投票的过程祈祷，咱也为着咱的教会祈祷，因为咱透过这个选举。要毋忘举出咱教会刷落来，要领导咱的教会的头人。伫教会内底，才选出来的人，就亲像我所讲的，迄毋是啥物好康的代志吼。无亲像外口讲好康的代志无啦。无亲像普阿叔讲好康的代志啊，普阿叔毋是好康的代志啊。总是虽然毋是好康，总是。假使咱也愿意为着遮个人祈祷，因就得到快乐，会当引带咱的教会头前来迈进，伫要紧的代志顶头做出好的决定。这就是咱这个对选举开始的过程。所以要邀请咱大家有行动，为着教会祈祷，有行动，真正来做伙庆生。愿上帝的话，上帝的快乐。
上帝恩典就甲咱做伙伫地。第二项代志，我要来多谢伫咱教会内底持续进行信徒教育的遮个时代、遮个老师，所以搁一遍我要多谢牧神查经班每拜四来引出来陈美智老师，陈美智老师到伫咱中间，和伊参加第二场的款吼，好不要紧，咱爱多谢伊，咱若看到伊来讲多谢吼。另外是8月2班的老师考中了吼，考中了伫后壁，互咱拍拍啦，多谢。另外就是去年伫咱教会咧开班的陈主长了，组织长了吼，伊即摆伫楼顶的款啦，应该伫楼顶，所以咱若看到伊啦，多谢，讲多谢伊安尼回复了，搁转来搁继续开，这是一种热情，也是一种勇气。我要邀请咱大家，假使咱教会有开这个班，咱就欢喜来参加，欢喜来受造就。帮咱扶持，互咱的性命得到换新。多谢咱大家。再甲来吟诗395首，至圣天父，愿感谢你。会唱请起立，吟全首。至圣天父，愿感谢你，受灵传，甲你三天，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无悔，大地世情，我你所有，我铭记，你关心来，更可贵记，恩主的来，最后无有，因错朗朗连不的我们是说救主属乎困苦的人，属因快乐，相信说甲我当家，严严顾及严更理妙。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听祝歌，圣歌队的祝歌。
电乐、灭岛。咱来行平安礼，互相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